早起看世界，镜头来关心。墨西哥的国会去年有办一场听证会，有点出2份公示伫秘鲁发现外星人的遗骨，引起秘鲁的政府质疑。后来呢，秘鲁政府就伫机场阁查到遗骨，经过调查，经过专家即摆调查，发现这遗骨根本就毋是啥物外星人，墨西哥去年顶的有可能是假。身形细汉大粒头壳，敢若3支镜头啊，看起来亲像科幻电影内底的 ET。这两区去年9月，伫墨西哥国会一场听证会展示，好亲像外星木乃伊的遗骸，捌造成国际话题，也引起秘鲁政府甲专家的质疑。无偌久，秘鲁政府搁伫利马机场查到2具，本来要寄去墨西哥，外形也真亲像外星木乃伊的人翁啊，搁再引起话题。专家尾啊进行调查，12公布结果，因根本都毋是外星人。No son extraterrestres, no son intraterrestres, no son una nueva especie, no son híbridos, no son nada de esas cosas que dicen este grupo de pseudocientíficos que durante 6 años han estado presentando estos elementos, dispersándolos, presentándolos en el Congreso mexicano. 考古学家是讲，这翁啊用人甲动物的骨头组装，再搁用合成加水黏起来，摕出去骗人。虽然专家无明确说明调查的2具人翁啊，甲墨西哥国会展示的这2具遗骸敢有牵连，不过因也讲，所讲的外星木乃伊拢是骗人的。Lo que hemos presentado acá es ciencia, no es pseudociencia. La conclusión es esta que ustedes están viendo. Esto, en términos simples, es un fraude. 专家批评假科学家用秘鲁的马丘比丘加纳卡斯线假讲有外星人，科学已经踢破这个骗局。但是这个假翁啊是谁做的，抑个到底是谁的？检调当进一步的调查。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。